大家好，欢迎收看《华视在地新闻》，我是徐英莹。今日是冬至，因为东北季风的影响呢，加上这水汽充足，玉山甲细山拢如今年入冬以来头一场雪。今年第23号风台叫科罗旺已经渐入为热带性这个低气压，南方的水汽有上北，全台拢落雨的几率，尤其是伫基隆北海岸、宜兰、大台北的山区，气象局特别发布大雨的特报，所以讲北台湾的乡亲上少都要等到拜五、拜六才有机会看到大冷的天气。气象局玉山测站伫冬至即天的透早8点20分，录今年入冬以来的初雪。受到南风分下加上温度配合，到拜四3500公尺以上的悬山，拢有可能会落雪。雪的深度是0.5公分，那当时的测站的温度是-3.1度。今年第23号风台科罗旺已经减弱做热带性的低气压。不过，伊外围环流，佮加上东北季风，除了基隆北海岸、宜兰、大台北山区可能有局部大雨，全台湾其他所在嘛拢会落雨。拜二东北季风减弱，不过北台湾雨也是继续落。降雨的情况呢，还是变化上面不会太大，那主要是气温上面可以略微的回升一些。24号夜等夜，佮有另外一波东北季风，北部、东部低温15度，中部16度，南部17度。不过，伊伫真湿冷的台北会转做大冷的天气。东北季风增强，开始影响之后呢，在周五、周六这2天有逐渐转干的趋势。27号下晡会有另外一波东北季风，天气变化真大，可能会一直到跨年。特别是北部的观众，若是想要参加跨年活动，天气恐惊会无啥舒适。